哋再咧宣讀一下咧各隊嘅隊伍嚇。第一線道係紅旗嘅可豐中學師生隊，好啦，各隊咧已經出發啦，賽事已經展開。第二線道咧就係藍色旗嘅翠湖龍，而第三線道咧就係黃色旗嘅齊心協力隊。第四線道咧就係呢個青色旗嘅沙田東區龍童軍會啊。第五線道就係呢個橙色旗嘅新星賽艇會，而第六線道就係紫色旗嘅紅灰龍。第七線道係綠色旗嘅狂龍18，而第八線道就係粉紅色旗嘅李龍兒。好啦，各隊隊伍咧已經向住終點咧進發啦。暫時咧各隊嘅隊伍咧都係叮當碼頭㗎，仲未睇到咧邊隊咧突圍而出喎。好啦，稍稍咧而家見到啦，藍色旗嘅翠湖龍同埋橙色旗嘅新星賽艇會咧，兩隊出咗嚟啦，已經嚇稍微領先。好啦，依家就係頒發中龍公開賽決賽老行家燕窩杯嘅獎項。我哋而家有請老行家香港有限公司營運總監蔡淑明小姐為我哋頒發獎項。我哋有請2012年沙田龍舟競賽委員會宣傳特刊組主席許艷玲女士係陪同。首先頒發殿軍嘅獎項，翠湖龍好厲害啊，同埋橙無名俱樂部龍舟會兩隊咧齊咧向終點進發。季軍隊伍，我哋有永健體育會。係橙色旗嘅新星賽艇會咧嚇，而家出咗嚟啦喎，同呢個翠湖龍咧鬥得非常激烈啦。紫色旗嘅紅灰龍咧，亦都係上咗嚟啊！三隊啊一齊向終點出咗嚟進發。哇！好啦，翠湖龍又係同呢個新星賽艇會啊！哇，對好亞軍嘅得獎隊伍係松慈龍，有請松慈龍嘅隊伍。哇！新星賽艇會而家後來居上啊！哇，好厲害！翠湖龍亦都力追啊，追翻上嚟。啊！翠湖龍得，哇！呢個應該係橙色隊伍啊，紫色旗。紫色旗，紅灰龍，跟住係冠軍嘅係老行家燕窩友誼龍。好啦，繼續衝線咧，第八線道嘅粉紅色旗嘅李龍兒，而綠色旗嘅狂龍18亦都衝線啦。呢組好興奮喎嚇，各隊嘅建議嚇。